大家都聽過謠言止於智者呢句説話㗎啦。如果一個人有智慧嘅話咧，聽到是非啊，或者聽到啲謠言啊，佢哋會做啲咩咧？就係咩都唔做嘅。如果你係一個明事理嘅人咧，你就應該會知道，來説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眼見都未為實啦，何況你耳仔聽嘅有豈可以當真呢？講是非嘅人咧，講嘅説話咧，唔一定係真嘅，因為你唔會知道呢一啲人咧，佢可能係做緊一啲損人利己嘅事，為咗維護自己嘅利益，去誣衊某一個人，甚至乎可能係因為佢自己討厭呢一個人，跟住佢就不斷去散播呢一個人嘅一啲缺點啊，就想其他人咧認同佢。以呢一種做法咧，大家一齊去排斥欺凌一個人咁樣嘅。當你聽到呢一啲聲音嘅時候咧，其實你真係可以唔需要作出什麼反應。一啲人佢想同你講是非，但係當你冇任何嘅反應嘅時候咧，久而久之你就會發現你唔係一個可以講是非嘅對象，你自然就可以抽離一個是非圈子。有句説話咧叫做人走茶涼，坐低就講人，起身就俾人講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唔想自己招是非嘅話咧，就盡量唔好參與喺任何嘅是非裏邊，唔好受其他人嘅影響。真正去了解一個人，唔係用眼睛去睇，唔係用耳仔去聽，係用個心去感受。